阿母的脚踏车，带连针。生活紧张的现代人，时间就是金钱，讲究的就是速度。偏偏阮阿母便若出门，3弯2弯，都离袂开伊迄台脚踏车。阿爸定甲阿母滚笑讲，要叫粪扫车来车载去，才要买一台上实行的跑车互伊。讲到阮阿母的个性，做人毋若咬肥，阁大出手。无论亲情50，朋友60，也是厝边头尾的人若捌伊，拢学了伊是一个袂计较、好严格、真好斗阵的人。啥物代志拢足好参详的。毋过，互阮想拢无的是安怎对迄台歹当旧车的脚踏车遐尼固执，到今犹毋甘换掉咧。讲到伊迄台淑女车，陪伴伊嘛已经20多年咯。虽然手铃换过2摆，嘛已经袂弹啊。即马咧骑，若拄着状况，拢爱用化的。若无，就爱紧跳落来，才袂发生意外。迄尻川座嘛为幼秀的款式，换做爽阁有力的大底椅座。若车链，毋免我讲，大家嘛摇会出来，已经换过几若摆啊。会记得我拄咧学骑车的时阵，隔壁的阿伯真爱讲笑话，阁爱教我变。若骑甲链无风，伊毋讲车链无风爱灌风啊，拢教我讲链轻大头啊。我实在听无迄句话是啥物意思，敢若甲车链一直顺，两蕊目睭金上，愈顺伊是笑甲愈大声，我心肝头就愈惊互阿母讲我用物件袂惜了，连伊的宝贝车也母派，就毋管3721，身躯有钱无，3步做2步走，紧甲车牵去车店，看要安怎处理。车店的头家摸看咧，就举一支风筒互我，叫我甲风吹夹好好势，出力灌咧。啥人知我毋是食即款饭的，母甲大粒汗、细粒汗，才甲风灌饱。头家才笑讲，后摆若要骑车进前，就爱先甲车巡看有风无，来外冷才袂遐紧歹。链轻若真正大头，就严重咯。有即个经验，才开始对阿母的车有深的感情。即台脚踏车虽然头前后壁绑甲3、4脚篮，看起来袂输是捡二纸的回收车同款，实在真无看头，嘛袂踩价值。毋过，这是阿母买菜甲咧做运动所骑的车，嘛是出入咧骑的车。我哪会使无好好来甲阿母做伙报销咧？